Next-Gen AI PC 嘅機款都有同大家介紹咗唔少啦。其實近年嚟打入 AI PC 市場嘅仲有 desktop 嘅機款喎。今日就同大家介紹 HP Next-Gen AI PC、HP Omni Studio X 多合一人工智能桌面電腦，將科技感同埋實用性發揮去到極致嘅水平。等我哋一齊睇下呢隻機款有幾咁犀利啦！喺熒幕方面，佢嘅色彩精準度非常之高，有27寸 Full HD 又或者31.5寸 4K UHD IPS 三邊極幼邊框嘅熒幕俾大家選擇。31.5寸嘅型號，佢嘅熒幕更加高達 HDR 600 nits 嘅亮度同埋95% DCI-P3 嘅色域，無論係執圖、剪片又或者係攞嚟睇片都好，佢呈現出嚟嘅色彩亦都相當之逼真，視覺享受可以話係達至頂峰啊！亦都通過德國萊茵以及 iSafe 低藍光嘅認證，就算長時間對住個熒幕都好，眼睛亦都冇咁容易話攰啦。配置方面 ，HP Omni Studio X 系列嘅桌面電腦都搭配咗 Intel Core Ultra 嘅處理器。最高配備咗 Intel Core Ultra 7 258V 8核心嘅處理器，更加係配備咗 AI 引擎 NPU 高達47 TOPS， 屬於 HP Next-Gen AI PC 同埋 Microsoft 認證 Copilot Plus PC， 支援 HP AI Companion 同埋 Copilot Plus PC 嘅功能，通過 Intel AI Boost 去加速 AI 任務嘅處理 ，CPU、GPU 同埋 NPU 三引擎嘅結合，無論係多工處理定係去運行一啲大型嘅創作軟件，都可以迅速響應，工作效率瞬間得以提升。最高亦都搭配32GB LPDDR5X 嘅 RAM 同埋2TB PCIe Gen 4 NVMe M.2 SSD。Data 嘅讀寫速度夠快之外 ，save 嘢或者開唔同嘅 software 嘅時候都可以迅速完成。仲有 Intel Arc Graphics 圖像處理方面，亦都有一個非常出色嘅表現。佢亦都支援 WiFi 7無線網絡連接，打機、單嘢定係上網睇片都好，完全唔會窒機啊！嗱，講到 AI PC 啦，佢嘅 AI 功能當然係佢主菜嘅部分啦。呢部電腦就配備咗500萬 IR 攝像鏡頭，可以自動切換 HDR 嘅功能去避免背光嘅情況。佢再搭配住由人工智能驅動嘅 Poly Camera Pro 自動取景、背景模糊等等嘅呢啲功能，亦都可以撳一個掣就可以開得到啦。仲設有 AI Noise Reduction 可以消除環境雜音，等大家去開會嘅時候，亦都有一個更加之好嘅質素。而且佢嘅鏡頭亦都採用咗可藏式嘅設計，唔用嘅時候撳一撳個鏡頭就可以收翻埋，可以保障翻個人嘅私隱。翻工嘅你哋成日都想快啲完成晒手頭上面嘅工作嘅話，記得就可以睇埋人工智能伴侶 HP AI Companion 啦。佢係一個人工智能問答機械人，揾料、計數、翻譯、分析佢都可以做得到，而且 Analyze 嘅功能亦都主打本地運行，你哋嘅 file 唔會上載去到雲端上面進行 AI 嘅訓練，安全性極高，咁大家就可以放心用到公司嘅文件去進行分析啦。呢部電腦嘅 AI 功能其實唔單止喺工作上面可以咁實用幫到大家，其實喺生活上面嘅設計亦都非常之貼心。Walkaway Lock 同埋 Wake On Approach 嘅功能就可以俾用家離開個座位嘅時候，電腦即刻 lock screen， 翻嚟嘅時候亦都可以自己着 mon， 安全又快捷。而 port 位方面，支架嘅側面同埋機身嘅背面亦都有多種嘅 port 位俾大家去連接唔同嘅設備，而且佢亦都有理線管理，視覺上面你嘅電線更加可以整齊有理，而且佢嘅支架亦都符合人體工學設計，高度同埋傾斜角度可以按照需要而調整，用起嚟嘅時候就可以更加舒適啦。跟機其實仲會配送埋無線 keyboard 同埋滑鼠。接收器咧，亦都採用咗隱藏式嘅設計，開機之後就可以即時使用，簡潔便利。音效方面，佢亦都來自 Dual Speaker， 搭配住 Poly Studio 嘅音效，聽歌睇戲嘅時候就可以享受到一個沉浸式嘅音效體驗啦。另外，呢一隻機款部分嘅組件亦都創咗回收金屬同埋消費後回收塑膠製造，仲有能源之星嘅認證同埋 EPIC 環保標準，等大家享受科技嘅同時，亦都可以為環境貢獻一份嘅力量。HP Omni Studio X 多合一人工智能桌面電腦有唔同嘅配置，可以滿足到唔同嘅需求，無論係 Content Creator、返工定係娛樂嘅用途，佢都可以成為你得力嘅好幫手啊！大家不妨嚟睇一睇啦〜